本港嘅空氣質素指標沿用咗24年，政府繼4年幾前提出檢討現行指標之後，環境局終於喺現屆特區政府任期屆滿之前提出更新嘅方案。冇錯，新嘅指標參考咗世衛嘅標準，將俗稱 PM2.5 嘅微細懸浮粒子納入監測。新嘅指標最快喺下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修訂，2014年就會實施。張建業報導。環境局提出新嘅指標，建議將以往未有量度稱之為 PM2.5 嘅微細懸浮粒子納入監測。新嘅指標採納咗世衛嘅標準，幾種主要嘅污染物當中，新加入嘅 PM2.5 每24小時容許排放量係每立方米空氣有75微克，而較大嘅可吸入懸浮粒子，亦即係 PM10，就會由現時每24小時180微克收緊到100微克。至於由發電過程產生嘅二氧化硫，每24小時就會由350微克收緊到125微克。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話：新指標會喺2012至13年度提交立法會審議，最快會喺2014年實施。即使仍然未立法，但係喺呢段期間，政府新工程項目做環境評估嘅時候，會率先採用新嘅標準。咁呢個顯示咧，政府係用最大嘅努力，亦都係最及早嘅時候咧，採納呢個新嘅指標。佢又話，空氣嘅指標日後會每5年檢討一次，以逐步使本港嘅空氣質素監測更加嚴格。另外，政府定出19項措施，包括提高天然氣發電比例，同埋提早淘汰嚴重污染嘅車輛，同埋重整巴士路線等等，致力落實改善空氣質素。亞洲電視記者張建業報道。對於政府更新空氣質素指標，有環保團體就話去到2014年先至實施係太遲，亦都批評新嘅指標太過寬鬆，比部分發展中國家嘅標準仲要低。胡天恒講下。現時環保署每日都有公布空氣污染指數，究竟市民又會唔會留意呢？都會望嘅，即係譬如朝頭早睇下新聞啊，咁樣睇下天氣啊。冇，如果我哋需要去嘅地方，一定要去，咁樣都唔會為咗呢樣嘢嚟到擔心嘅。政府更新嘅空氣質素指標要2014年先至實施，有環保團體認為太遲，而且過於寬鬆。其實上次咧，政府咧提出呢一個空氣指標咧，其實已經係25年前嘅事啦。咁咧，佢哋而家先提出咧，就首先已經係遲咗啦。咁但係呢個水平亦都係咁低咧，亦都係要再等5年先至再提過一步咧。我哋覺得係做得太遲啦。中國大陸嘅指標其實係高過香港好多㗎。咁佢哋2016年就會實施咯。咁唔講呢個內地啊，我哋講一啲甚至更加呢個水平更加低嘅國家，例如呢一個孟加拉啊，例如呢一個斯里蘭卡，例如甚至係呢一個我哋嘅好成日講嘅競爭對象新加坡，呢啲全部咧佢哋嘅指標咧都係高過香港㗎。環保團體又認為，政府除咗訂立更嚴格嘅空氣污染質素指標之外，亦都應該實時公佈空氣入邊有害污染物嘅數字，俾市民參考。亞洲電視記者胡天雄報道。港大亦都批評現時嘅空氣污染指數未能夠反映實況，認為現時嘅空氣質素差到影響市民嘅生命。港大呢就自行制定空氣污染參考指標達利指數，幫助公眾更加確實咁了解空氣污染對健康嘅影響。秦瑞文講下。港大公共衛生學院依照世衛空氣質素指引作準則做分析，發現本港嘅空氣質素嚴重到會危害市民嘅生命。市民長期吸入汽車排出嘅二氧化氮，會增加患上心肺疾病嘅機會。港大估計，單係上個月就有311人因為空氣差而提前死亡。港大又批評環保署空氣污染指數過時粗疏，未能給予公眾有效嘅參考。我哋每日所接收嘅信息呢，都係一種誤導嘅信息，係一種俾市民覺得而家空氣質素都好似係偏高嘅啫，都唔係好嚴重。但係實際上，我哋講話不單止係嚴重，甚至係危險。咁我覺得市民係有需要知道嗰個影響係幾大。港大所參考世衛嘅指引而制定嘅空氣污染指標達利指數，主要計算空氣中嘅二氧化氮含量，提供即時嘅空氣污染地圖以及健康風險計算器，計算到過去5年空氣污染平均每年為本港帶來高達400億嘅損失，包括直接嘅醫療開支同埋生產力嘅耗損。
指數顯示喺過去5年，平均每年有3200人因為空氣污染而導致死亡。港大就希望新修訂嘅指數能夠鼓勵更多人了解空氣污染對佢哋嘅威脅。亞洲電視記者徐尚文報導。